倒来所敬听的姊妹大平安，感谢上帝恩典，互咱会当三个主持做伙敬拜吼。我毋知影头拄仔咱听圣歌对经史有甚款的感受？有一寡较特别的想法吼。即种练歌的时，第一摆听到头前想讲，这个旋律，这个歌词，圣歌对卖回答吼。想者头拄仔第一句。唱啥？歌词真奇妙哦，敢有人有印象？伤紧啊，两句就唱了吼。咱若无欺骗家己，真理就会甲咱徛起。咱同工做好诶，互恁看大了。咱若无欺骗家己，主诶真道就踮伫咱诶心内底。这歌词。应该是真特别吼，敢有人听过安尼的信息？有无？至少我练歌之前捌安尼想过。然后后壁一个改变，讲啥？开怪目睭，看见啥？答案那个大抄可以放一下。看见啥？看见主的经历。因为我正知影，我会伫今日讲道。虽然原底要讲后礼拜迄段，后来活这段的时阵，搁继续练歌，我就一直咧想讲，我到底是要歇时，还是无要歇时？一直想，一直想。后来安怎决定的？敢有人会当约得到？我昨敢有困就好势啦，就这简单。真诶哦，无要练歌，搁要讲道，我即摆已经老歌小可，换头内底拢是歌吼，要不过我就一直想，一直想，咱敢捌安尼上帝祈祷？咱敢会当真心实面对家己的心？好，伫练歌的时，我有预告一下吼，讲今日会看路吼，路甲顶礼拜听的迄无啥相像吼。要不过即时邀请咱搁一遍当心来祈祷。亲爱的主上帝，我感谢你，赏赐大恩典，呼召因带阮众人食做你的今日，你今早起会当三甲主持，做回来领上帝话语，愿信心做工，开阮的心，阮的耳孔，阮的目睭，真实来领受你的话语，照你的旨意来行。并前安尼就恳求祈祷，靠主圣名求。我只是搁要邀请咱来想象一个画面吼，即群400年中间食做落来，然后上帝用大权能的手，用真侪生命，10个灾难，互埃及王看见伊的权能了后，讨放的以色列百姓。因心内底要有迄个跋过者领受上帝救恩的心。嘛有迄个真心得到自由的欢喜，因离开埃及啊！或者是咱韭菜就想要行迄个上紧、上顺的路，紧紧去到上帝应允的土地，对无？离开啊，咱紧去。总是出来记13章17章，对咱讲啥？上帝保带因行。条经过菲利斯地较近的路，然后到14章，上帝甚至互因一个无法度了解的命令，叫因跋倒转，然后因就被带到海边，头前是红海，后壁有军队，两边是旷野佮山坪，我无法度多想啊。或者是你是毋是会想一个问题，讲，上帝，你引带是毋是毋对去啊？人讲你救咱出来，是要互咱死伫海边哦。伫咱生命中间检测有可能拄着一寡真境吼困难啊，然后要坐祈祷上帝，一直求，一直求，主啊，求你带路，结果健康婚姻事业。甚至互使拄着真大的挑战。当未来的路
敢咱想象无相像的事，圣经要互咱看见什么？咱透过这段的路程，要定心来认捌这位行伫咱头前的上帝。再记记13章17、19、18节，也请咱做伙来读哦。好，预备来。埃及王放以色列人离开的时，上帝学带因行迄条经过菲利斯地较近的路，因为上帝讲，行了这人民拄着战争，就后悔搁倒转去埃及，所以上帝带以色列人越对红海旷野迄条路。所以今日圣经十节开始，咱就看见一项真奇怪的代志吼。既然上帝要带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，为什么无要带因行较近的路啦？为什么？对埃及出发吼，要到迦南，沿地中海安尼往北面行，其实有一条真重要的国际的道路，迄条路足近的。也毋过，伫迄中间就有真侪埃及的军队伫遐知影。照因听起来，对即群担脱离奴隶身份的以色列人来讲，迄有可能是因无法度承受的路，就是遮尔简单。所以，当上帝带因行迄条搁较远、歹理解旷野的路的时，心内底真正会想讲，为什么你爱带我行这条路啦？安尼说。刚才伫咱的想象，咱就来安尼理解，讲有上帝引带这路是愈来愈顺吼。真正是上帝开路，应该愈行愈紧啊！而且咱会想讲，上近的路就是上好的路，行上紧会当找到方法，就是上好的带领。总是上帝就先看见一项代志，17节讲啥？过来读一届，预备来。行了这的人民拄着战争，就后悔搁倒转去埃及。原来是安尼哦，毋是看倒一条路较近啊，是以色列百姓敢有准备好要行迄条路。因的身躯已经离开埃及啊，但毋过伫400年真侪奴隶过程中间，其实迄个真侪奴隶心还未完全消失去，因有可能还未惯是自由是甚物款的情景，因嘛拢还未准备好要面对战争。但是一开始行出去，就拄着真强的对敌，会安怎？行转去啊！所以上帝无带因行迄条上近的路。当然毋是上帝毋知影倒一条搁较近，反倒是伊知影有的路有可能因即马行袂去。18节，咱看见啥？上帝带以色列人越对红海旷野迄条路。现代中译本翻译做“绕者远道”，绕远路啊！不是以色列百姓的路，是安尼行的时阵，上帝亲自带因，然后有机会互埃及王想讲因是迷路啊，然后来安逸。遮有一个真要紧信仰的提醒，可能换另外一条路，毋是行不着去。代志通常毋是照咱要爱的来发生，安尼来发展。要毋过，迄时上帝有愿地带路。有时咱会计划，要毋过那一直拖，拢无结果。我想要行遮，结果那行到遮。有时咱人生敢若设一段路，想讲啊，我来行不着去啊。要毋过，今日咱看见，有时换另外一条路，是因为上帝在带路。所以问题毋是讲
去问上帝讲：你哪会无互我行搁较紧、搁较好的路？会当问看觅讲上帝，你为虾米想讲我即时应该行即条路？兄兄姊妹，敢若第一个问题有解决啦吼，就是上近的路无一定是上好的路。好，上帝带伊安尼说，因为伊知影百姓还未准备好家己的心。要毋过，若是咱毋知影为虾米要安尼说，搁要怎样知影后一步要行倒位？咱尽管是爱有机会看地图吼，即摆拢靠 GPS 对无？基本上我嘛是安尼，塞车要到遐，除非真正我知影，无我就开开，伊叫我安怎行我就安怎行。好，咱仰望上帝，甲咱讲，上帝啊，我的人生后一站的伫对，是毋是要换头路？啊，到回未来要安怎行？上好是安怎？上帝，你将人生规个地图拢互我看见。啊，毋过，咱今仔日敢有看到上帝安尼做？无呢。13章21节到22节，咱做来读到。预备来，上帝行伫因的头前，即是用云条甲因带路，面是用火条甲因照灯。互因即时面是拢袂当行路，即时的云条、面是的火条，拢无离开以色列人。哇！上主早就准备好啊！伊用云条、火条行伫百姓的头前。即时有云条，阁有一个好处是啥？头赤洋洋。当上炸一个，面是火条，会当照光头前的路。所以咱对圣经了解，毋是看见上帝福音地图，是一遍搁一遍强调上帝行伫因的头前。特别是现代中文译本吼，咱若是手无有看，你看一个，讲一句，搁一讲一解，上帝行伫因的头前。咱若是看地图，会当互咱知影路伫倒位，对无？安尼细看。要毋过，上帝甲咱同在，甲咱讲啥？是伊在引带咱。然后，伫即段圣经中间，阁有一项要紧的记载。要毋过，咱一般咧读过的时阵，感觉它会出现一句19节写啥？约瑟带摩西带约瑟的骨骸离开，就伫规个记述中间就写安尼一句话：约瑟伫400年前就相信上帝应允啊！伊临终的时阵讲啥？讲上帝一定会照顾你，恁着将我的骨骸带去上帝应允的土地。约瑟迄时有救百姓。救人蛇，真出名吼！圣经上安尼写吼，就是当上帝爱带因到迦南地的时阵，爱带我的骨骸做回来。700年过去啊，这个世代一定改变啊！以色列百姓进前嘛真做落来啊，总是上帝拢无袂记一因。所以摩西带走的，毋是只有骨骸，搁较是一个信仰的记号。上帝过去的应允，现在在成就啦。咱需要会记住，因为咱拢知过红海这个故事吼，只是还未呢，因只是互上帝带到海边啊。因毋知影头前路是安怎呢？所以云条、火条，伫甲因讲上帝伫头前带路嘛吼。然后约瑟骨骸伫提起因，这位带路的就是上帝，伊是信实的。姊妹，这个嘛是咱今日的信仰的。
咱基本上毋知影明仔载会发生啥物代志。亲像知，毋过咱减真仔知影。吼，所以我讲基本上毋知。咱嘛无一定知影后一步要安怎行。总是伊伫咱的头前，伊嘛持守伊的应允。所以咱会当安尼想，就是信心毋是将所有路看透透，是相信迄位行伫头前的上帝。好，咱真紧过来想一下咱头拄仔想的，上帝无带百姓行迄上紧的路，嘛无将完整的地图互因吼。不过，到即时，这故事互人搁较想无的代志搁发生啊！啊，为虾米要带因到海边啊？为虾米？14章第1节到第2节，咱做伙来读落预备来。上主对摩西讲：“你着吩咐以色列人外倒倒，伫弥大甲海中间的比哈希洛头前巴弗利西分对面的海边10营。”请注意哦，请讲外倒转啊！伊今离开埃及啊！现在上帝却叫因换倒转，而且毋是凊彩找一个所在来扎营，是要找什么款的所在？对人吼，对迄军事有想法的人，拢想讲即个位置上歹啊。为虾米？头前是海啊，然后两边是旷野是山壁，埃及军兵来安怎啊？安尼毋着死啊？吼！上帝叫因到遐10营，然后14章第9节，这歹读，好预备来。埃及人对入因埃及王所有的战马、战车、马兵甲军队，全部拢来啊！然后正经听圣经才阁有特选的战车吼600台，每一台车阁有战车长吼。吼，就是所有军兵，就是要来甲因，字真正足歹读的，入着，安尼着吼。若是你是以色列百姓，你会想啥啦？你会想啥？上帝，竟不是你带咱出来的，为虾米即马带到遮？咱是毋是行毋对？上帝应允爱因去到迦南地，只是那头前是海啦，边仔后壁，这是发生什么代志啦？14章第4节其实有互咱一个答案，咱做来读落预备来。我被拍败埃及王甲伊的全军，显出怪的银光，安尼埃及人就知我是上主。话最要紧的，甲咱讲，以色列人其实安尼看见的是危机，要毋过上帝看见的是伊的计划。以色列人安尼看见海边是无路啊，是一条死路啊。结果上帝却知影，即条路无超越过伊的掌管。百姓先知影，埃及军队安尼爬来啊，要毋过上帝却知影，即个危机会当显出伊家己的荣光。所以，行伫头前的上帝，无代表伊会互咱闪避所有的危险的。反倒当是伫危机还未发生的时阵，伊就知影。当然，还毋知影要安怎行的时阵，伊就知影后一步是倒一步。要毋过，这嘛是信仰上困难的所在，因为咱拢想讲，上帝甲我三个同在，免惊我的路会真顺。结果定定毋是。所以，伫遮咱捡搁看见，有时上帝带的路。会将咱带到连咱家己拢无法度，毋知要安怎的所在啊！埃及即个时阵，百姓还未看见红海开啊，因会当行过，还未看见。
总是上帝已经知影要怎样显现伊的荣光。咱伫等无迄个答案的时阵，上帝已经徛伫遐，伫咱的头前。伊毋若是伫顺境的时阵伫咱的头前，伊伫危险的时阵嘛伫咱的头前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会当想一下，行到即时，问咱家己一个问题吼：当上帝行伫头前，咱讲看无路的时阵，要怎样来军队主？你敢有想过？咱过去信主，为虾米会信主？除了迄个自细汉着伫教会，规个家族拢是基督徒迄种，咸菜拢是有一寡经历，所以咱来找上帝，敢毋是？啊，找上帝了后，事事顺利吗？有人真紧开头，对无？咱知影上帝伫头前呢，咱嘛军队呢，啊太阳呢，所以咱会当来想几样代志吼，来被判断是毋是减入去啊？先来相信上帝要得应带。百姓毋是行迄个上近的路嘛，对无？咱头先看见啊吼，甚至最后行到红海边啊。若是只有看环境，咱人会想讲，一定是行毋对啊，对吧？无路要安怎？若是相信上帝行伫头前，伫咱已经想讲，有可能行毋对去的时阵，讲加问一个问题，讲主啊，你爱我伫即条路学习甚物？对我问上帝啊，为虾米我会行到遮啦？主，你爱我学习甚物？所以当咱安尼说的时阵，莫急想要将迄个无顺利当作是上帝报甲咱十个同在。有时真正无顺利，而且是上帝带的。有时咱真正看无、受无，足艰苦的。也毋过真正无代表上帝无得应带。咱毋免一定爱知影全部的路要安怎行，只要好好跟地行你的脚步，咱较容易想要知影答案，想要知影未来会安怎，会当知影什么时阵会当改变，咱最后会行到倒位，也毋过分条火条，上帝应带是安怎？一天一天，一段一段的行伫因的头前，对嘛吼？对，安尼，是上帝在带路。所以信心毋是我知影所有的答案，我才敢走。反倒应该是我毋知影答案，也毋过我知影上伫头前，我愿意跟地。今日咱有可能只需要好好行头前一步。所以想一下，今日你爱安怎行？三，教会嘛共款的，咱莫急找迄个上好的方法，咱会当学习先来找求上帝脚步。跟对上帝路，毋若是咱个人的功课，嘛是咱教会的功课。咱应该加减有机会听讲吼，明年妇产科无要做啊吼，所以教会要安怎改变？昨咱有一寡同工先去参观一个啥物教会，一直在想，即个空间要安怎，足侪想法，对，咱来计划。要讲，咱有来找上帝无？因为对未来吼，咱真中意就是来讲，倒一个方法上有效果，倒一个方法上赞，
品质好，搁较省钱，一定爱安尼想啊吼。要毋过教会真正需要问的是，主啊，你现在爱阮行去倒位啊？是爱来问上帝。教会无可能靠迄个地图来找到未来，是爱跟地主的脚步。咱是不是愿意重新来跟地？亲像百姓安尼行，一直行迄想无的路，看起来真危险的路，看起来走无路。也毋过上帝亲手在隐藏，所以无论是咱个人的人生，或者是教会共同的道路，拢爱去试。莫安尼走伤紧，走到上帝头前去啊！嘛莫因为看无路，就徛等遐无行。咱会当学习，看到伊，跟着伊，行好咱头前一步。亲爱的姊妹，迄个知影伫红海边仔的以色列百姓，真正毋知影要安怎行。总是因会当确定的，就是上帝加要交伫行伫因的头前。正咱毋知影明仔安怎的，毋知头前的路会去到倒位。要毋过上帝要伫因带。咱是毋是愿意会当对上帝讲，主啊，虽然我毋知影头前的路会安怎行，总是我知影你行伫头前，求你引带我，互我学习一步一步来跟对你。因为伫咱毋知影的头前有上帝，只是写咱同心来祈祷。主啊，我要承认。阮常常是仰望你会当将迄个上帝上近的路互阮，上好是较紧互阮知影答案，将所有的困难摕走。感谢主，你提醒阮，你无一定将完整的地图交互阮，总是你却将你家己互阮。当阮行伫看无、想无的路，求主帮助阮会当相信。你骄行伫阮的头前，现在阮感觉一直在说，求主帮助阮，会当知影你是在塑造阮，互阮心会当准备好。当阮来到海边的时，求主帮助阮会当相信你在掌管，互阮毋是找迄个上简单的路，是要找你在带的路。毋是问讲主啊，我要去倒位？是学习问讲主，你现在伫倒位？帮助阮相信，行伫阮的头前是你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。